會有香港壓力應援第5季日常生活與制度14集禮貌上嘅革命。以前一位學生最近涉及一啲爭議，呢位同學聰明才華出眾，佢畢業論文揾咗我做導師，完成論文對佢嚟講根本唔成問題。過程中佢走咗去旅行，冇跟足課程規定嘅進度，我提佢會有後果，結果個 grade 不似預期，佢唔開心就咁噶啦。聰明又能幹，但係當你要完成一項工作，就唔能夠淨係睇自身才華，更要留意個人行為嘅意向。世事好多時都存在極端，一不小心就會慣性咁做錯決定。呢個係好慘咁講日常意向上嘅習慣，布迪厄稱之為習性，因為相對社會制度同結構嚟講，習性更加難改革。當人嘅意向同行為舉止被社會制度無數承認，或者好似唔少香港人咁喺制度同秩序中揾到罅隙或者走盞位，就會慣性咁蝕位走正面。中世紀法國文豪蒙田曾經同家人玩過一種遊戲，睇下邊個能夠揾出極端但係有相關嘅事物，好似話羅馬人着去喪禮同喜慶嘅服飾都係一樣，而我就會講 smart 嘅人同時可能會係個樹乜。蒙田卻進一步提醒我哋，樸實嘅農民同睿智嘅哲學家都有個共通點，佢哋都係正派人。唔同嘅地方係，哲學家受過全面而且有用嘅知識教育，能幹並明白事理。當然，將農民同哲學家相比，好多人都會想喺兩者之間揾到自己嘅位置。而蒙田指出，農民嘅位置接近大自然，即係人自然嘅稟賦，所以佢唔會揀。原因蒙田派一下子就要往前衝。蒙田喺呢兩個極端之間嘅抉擇，叫我哋留意同回味嘅地方係：如果農民寓意天生嘅品性，未受過教育，蒙田嘅信念同意向就係向智者嘅一方努力。只不過佢覺得最危險同會為世界添煩添亂，係嗰啲唔想停留喺平凡愚昧嘅一端，但係又攀唔上智者高峰嘅人，即係不安分守己又缺乏自知之明嘅人。而蒙田承認自己同大部分一樣，都係喺農民同哲學之間來回擺動。而佢寫作嘅目的並非要出人頭地，而係喺自身嘅限制底下，不計門庭狹小，只管努力開花。之前介紹過一位學者埃利亞斯 Robert Elias， 佢喺退休後發表嘅《文明的進程》一書，指出現代人嘅行為舉止源自社會發生 social genesis， 意思係現代人被社會制度長時間薰陶，叫我哋內在心理被改革，因而行為舉止同時被潛移默化咁改變咗。佢稱之為心理發生 psychogenesis。其中最明確嘅例子係，當政府壟斷所有暴力，人嘅暴力衝動就會被呢種非暴力嘅文明所馴化，逐漸減少使用暴力嚟到解決問題。猶太裔嘅埃利亞斯喺二戰期間由德國流亡到巴黎嘅時候，曾經將文明的進程俾本雅明評閱。本雅明認為論點缺乏揚聲或者講批判嘅元素。事實係，現代人行為舉止被改造，如果將之單方面認同為文明發展嘅結果，假設文明進程只向更理想、更優良嘅行為準則邁進，的確會忽略咗現代社會，同時會窒礙人性嘅成長。正如今日不論係國家層面抑或個人方面，暴力似乎有增無減喎。按本雅明對現代人行為舉止嘅揚聲，我哋又會發現喺極端之間存有共通點。譬如家居客廳嘅燈光成為咗城市街燈延展而嚟嘅一部分，意思係城市人以冇個別面孔嘅群眾身份遊走街頭。可惜當城市人返到私人空間，仍然揾唔返自身個性，原因擺脫唔到被社會各類意識形態同制度所塑造。所以本雅明讓我哋睇到公共同私人空間表面上好似係兩個極端，不過兩者共通之處係同樣受城市消費力量所支配，足以叫人失落自身嘅意向。講到承受損失受害，作為城市人又係消費者嘅香港人，喺日常行為舉止上面呈現自利，同時包容極端嘅特質。
學者李歐梵評論香港文化時指出，香港乃投訴之都。李歐梵指出，香港人只管投訴，維護自身權益，除此之外唔會主動提出任何改善方案。你可以話香港人好孤寒、好計較，一定唔會蝕俾你，但係着數就同你攞到盡。當投訴無門，除咗發老脾之外，又會唔會投訴自己呢？抑或永遠都係他人嘅問題，扮晒某大國嘅外交部呢？奇怪嘅係，香港人有時又樂意接受損失，講包容同慷慨。雖然香港人並唔係成長於民主政體，但係享受自由自在嘅生活。當冇人逼你，冇受好多條件限制，反過嚟會唔計較。以前東華等慈善機構籌款，唔同屋邨會鬥捐得多。當然8964之後，感到同大陸人同一血脈，唔係講血緣關係咁簡單，而係對公義、自由同民主等生活價值共有嘅渴求。所以大陸人有事，香港人就慷慨解囊。19年運動期間，原生香港人彼此互助互勉，可惜受到政權兇殘對待時，儘管客觀上未必可行，但係好少大陸人聲援我哋，唔介意就奇啦。所謂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面對損失受害，我哋喺治理同包容之間反覆來回。究竟因為我哋心胸開闊，做人做事都具彈性，因為我哋喜歡跟風，只要冧人堆夠矚目就會跟隊，係咪呢？我嘅觀察係，我哋可能最計較你同我兩者間嘅距離。只要你同我之間存在某啲足以認同嘅嘢，唔一定係物質金錢或者功利計算，反而係你我間無條件或者唔計較嘅認同，例如公義、自由同惻隱之心，就足以串連自利同包容，自利同包容融合起嚟，成為最合宜嘅中庸之道。有個朋友中意揸電單車，我哋都勸佢咪揾條命教飛。佢好自信咁話：只要唔心紅，冇事嘅。心紅博盡無悔，或者同人哋鬥氣演嘢，會叫人同時睇到精叻同笨拙喎。據聞有個蜜月投機者接咗李嘉誠一啲好似好搶手嘅靚貨，以為今次叻過李超人，仲口出狂言。事實證明李嘉誠眼光獨到，高位出貨，個投機者至終損手離場。反觀李嘉誠，當然又係心紅。早期由做塑膠實業，鋌而走險轉做地產而發跡。中環有個傳聞，李生做地產時曾經試過資金周轉不靈，要求幫佢拉電嘅電工通融一下。個電工同李生講，明白李生都係唔想嘅，所以就應承佢。之後佢哋就成為最佳拍檔。睇事物究竟係隨笨有精，好似個電工咁，抑或隨精有笨，好似個蜜月投機者咁呢？喺精與笨之間，共通點可能就係心紅搏一鋪嘅心態。但係心紅都可以投資喺人嘅身上。喺爾虞我詐嘅金錢社會裏面，被視為傻得交關咁付出對人嘅信任。孤寒、機關算盡同慷慨包容唔計較，精叻醒目同愚蠢笨拙，都係我哋日常意向同行為上經常面對嘅抉擇。至於有幾包容、心有幾紅等相對不可見嘅選項，我哋就比較少擺上台面，因而容易被主流嘅社會潮流、權力同制度所操控。至於有幾多人敢於與人不同、逆流而上同特立獨行呢？喺我哋記憶中，自由同法治迥然嘅香港，同今日被強力壓迫同法制崩壞嘅香港，兩者之間，我哋能否揾到最合宜亦即最中庸嘅行徑呢？喺上述兩者之間，存留嘅唔單止係記憶，雖然無忘初心係非常重要，但係要 proactively 多走一步，例如多啲包容同路人，甚至一般嘅香港人。至少留意禮貌，簡單講句唔該。喺經濟唔好嘅情況下，祝人好生意，或者對黑面串嘴嘅點下頭，唔係鼓勵佢哋，而係講明白你都唔想嘅。行為舉止上嘅革命，目的只有一個：團結更多人對抗唔講禮義廉恥嘅人同埋制度。只要喺香港同喺香港人之間仍然能夠以禮相待，香港仲有希望。
呢方面我哋要深紅啲，更加要有強橫嘅霸氣。只有文明嘅人先至可以唔期望回報，仍然對生活同鄰舍保持基本嘅尊重。互勉。